家己的罪来向主悔改，求主赦免咱一切的无悔的事，保守阮脱离一切的罪恶，互咱会当用悔改的心来向主认罪。这是咱做伙开喙来为着家己的罪来祈祷。感谢，甲阿乐伫上帝的面前，主啊，我多多感谢，天父主你的感谢，因带伫阮福建教会当中，主啊，互阮一个互你，做来你的心，今晚你做到感谢你，多多感谢，从你福建教会基督，主啊，主基督圣名，所以，阮即马替阮。福建教会来祈祷，阮知影福建教会是敬拜上帝的教会，嘛是阮来引传阮福音的教会，所以阮来大嘴学了来为着阮福建教会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多多感谢你，主啊，为着阮福建教会来祈祷。主啊，你复兴伫这时代内面，有你引传阮，主啊，你拢是听阮的祈祷。主啊，福建教会是敬拜上帝的教会，引传福音的教会，大大祝福。小组长所有的同工来祈祷，求主互因伫服侍当中会当哪服侍哪甘甜。咱嘛为青少年甲主日学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因伫学校的当中有主的灵伫因的心上。嘛为主日学伫7月份要举办的2场夏令营的活动，求主帮助因伫活动的当中会当学习到真侪的知识。咱做伙开喙来为这几项的代志来祈祷。来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求主庆祝，世界冬季甲小组那个世界天高，互因真正适合下好主义，又求主坚固因的心性，互因伫灵界环境都被修为大，修为大，祈求主的帮助，互因会青少年甲主学的祈求，求主帮助，教会每一个青少年都还是主的服侍，主的你是主是必备为。你所喜欢的，爱你像所有的，我喜欢所有还是的，求主让我们自己非常信仰，好为主，好自己能够明白下的，也很就给到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当中我还是的，主你所做的，来给主，主耶稣是爱的，阿门。这是阮摕今仔日礼拜来祈祷，今仔日是阮青少年来做礼。做礼拜是啥物好的代志？我请大家来为阮青少年来祈祷，今仔带囡仔来祈祷。我主啊，感谢你，我青少年，希望咱有遮美好的智慧，然后会使到遮学习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给我青少年让主来敬拜，主啊是就是为荣耀你的主，荣耀你的事情，我是来平安的，要拜。
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是在听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我相信星星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感谢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以及伊相随，我要一生跟对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心可以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我相信，你就是阿爸。
即时来唱信息，